個上車買精裝3+1嘅戶型，直接就可以拎包車入住現房嚟噶啦！有我哋嘅兩地牌、產權、車位、家私、家電大禮包啦！你睇下園林嘅環境咧都非常之唔錯噶，好似你平時中意打下網球呢度有噶，充你游下水亦有我哋室外泳池啦，小朋友玩嘅兒童樂園都有賣噶，月供4000零蚊咧就可以攞低呢套99平方嘅3+1戶型啦，而且係做咗南北通嘅雙露台噶啦。佢嘅裝修標準都達到1000萬一平方噶，你睇到入門呢間房咧係不計即贈送俾你使用噶，全屋嘅中央空調咧用咗我哋格力品牌啦，我哋廚房3件套都用咗老闆品牌噶，而且呢度買嘢咧都非常之方便喎，樓下嘅旺角街鋪幾乎上全部都係開晒噶，去到我哋新鮮菜市場咧步行大約5分鐘嘅時間啦，好似去我哋平時嘅常沖3號會員店華發商都咧揸車大約時間係5分鐘咋，我哋樓下咧亦有樓巴1日4班次來回翻到我哋香港荃灣太子啦。對於澳門嘅街坊嚟講咧，呢度都有快巴線噶啦，分 A、B 線，大約15分鐘一班次嘅咧，都係翻到我哋嘅拱北關口噶。對於翻去自己揸車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嘅街坊嚟講咧，呢度全程行我哋坦洲快線嘅咧，大約時間咧都係20分鐘就可以到達噶啦。嗱，呢度咧係精裝交付現樓嚟噶，你要車牌有車牌，要車位有車位，亦有我哋嘅家電啦贈送俾你手上邊，到時候咧直接攞行李箱就可以入住噶啦。感興趣嘅街坊咧，評論區我哋一齊相遇一下啦，亦可以私我發詳細資料俾你噶。我哋下期再見。